对真卡来到都市拍拼的阿明，拼到软卡。阿明，起床哦！是阿明故乡的歹朋友阿泽。喂，你好，请问是哪里？喂，干嘛病？我要做啊。是安尼啊，我想要拜托一件代志。时间有限，哪会加速？这是走路的阿泽卡来，拜托阿明返去故乡照顾因阿嬷的电话。我知啊，你看袂起我嘛？看袂阮带。阿明有缘是个好人，伊真正倒来到故乡做阿泽的阿嬷阿卡的。下面讲话阿啊！明想要找我，伊毋知这是阿卡的无去了的厝。阿明听到外口拉里奥的声，感觉家己就亲像要发兵的将军共款，规身躯拢开活。我无废话啦。阿伯，请问一下，你敢知影住遮的阿卡？伊有一个孙仔哦，叫阿德。你敢知影伊厝伫倒位啊？你敢咱庄仔来？阿伯啊，知影阿明是住在真尾开干仔店的牛头的孙仔，嘛有着少年人毋愿住在真卡，感觉着失望的艰苦。阿伯，你敢有听到有人咧讲话？阿卡因兜就是头前遐，过去遐，较去你都有看到啊。好，多谢啊。花开花谢，阿明行入过去，总算找到阿泽的阿嬷阿卡的。伊拄好和阿泽咧食中昼，是愈食愈目屎流。你死无啦！你的骨头一个钱，我一生5年都无甲你摕，趁这轮钱，袂安心啦。都叫你在遮莫再安尼啊用，拢讲袂听。好无？你哪伫遮？你无应该来遮。喂，妈，安怎？阿铁路，你紧转来，你老妈伫咧家互病房。